事的团体，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说我们讲到这个富贵人的团体，虽然他们可以予取予求啊，可是呢，他们也要教化因为他们的受教化之后，他们影响力量更大。那么他们能够把福报转变成功德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这个所影响的范围，所可以度化的众生会更大。那所以富贵人也是需要透过一种教化的功夫来成就他们。所以呢，都不出圣贤人的教化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样，每天不断的在讲经说法？那么你讲经说法，不一定有人要听他也不一定有时间在你安排的时段来听。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网络，就是卫星，就是靠这个